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烂早台语安尼写烂早，自然、自短、拦截，台语讲烂早。上先进的科技会当事先烂炸着对方的飞弹。海巡署派出着舰艇烂炸，甲咱食过界的中国渔船。警察伫个路边临检，今仔日主要是要烂炸啉酒赛车。我抢一步先烂炸着成绩单，然后阮阿爸先收着，我就惨咯。烂炸烂要一个音啊，霸占、袒护、抢着做，台语拢会使讲啊。伊遐尼高计较的人，竟然甲代志啊去做，其中必有缘故。你甲人做公亲线阿高平，莫怪会去互人累。因兜的祖先拢互大汉的阿去。继续来讲，烂早的早，你若要慢慢啊行，就行较边仔咧，才袂共炸着路。早热早，日头真炎，会当伫过日啊小热炸一下。早炸边，伊伫厝的中放一个炸边，一边做客厅，一边做灶骹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烂早实在真趣味。